放松的朋友，今晚我们一起玩得开心。是朋友还是敌人？是信任还是怀疑？是生存还是死亡？欢迎各位来到黑暗丛林。告诉你在哪，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不一样，摆脱这摆脱不了的法则，你静静的看清楚，也不清楚那个幸福还是别人的痛楚，还是你的满足，其他人的用处，难道你看住是他们的灭族？我怎么能搞定？原来在出现完整的模样，也许在你的左边带着的右边，我在手把脑袋放空，自己要甚至不会那么多人自生。不相信，我只想戒除掉佛学，只爱我造成我悠悠在边缘浮潜，道德约束，这是我不容。